正道爱甲敬畏神，请曾牧师。真欢喜咱同心来敬拜，嘛欢迎所有兄弟姊妹伫这个时刻当组织的兄弟姊妹，愿主的圣神甲咱三个伫地。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搁一摆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我的上帝，阮进入你的圣殿，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阮靠无主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的心内有主耶稣基督为着阮顶十字架的疼，满满来蒙着阮的内心，互阮回应上帝的疼，甲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毋是出伫勉强，是出伫自然而然，因为你的疼就激励阮。愿主你的圣神降临伫会中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阮同心敬拜的兄弟姊妹，愿主你的圣神带来上帝你的奇妙，你的圣神啊踮伫阮的内底，阮的生命就得到丰盛，也得到改变。愿将今仔日的敬拜，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你对阮讲话。愿将阮的心往你拍开，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地，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所定的姊妹，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伙来回想一个真要紧基督徒信仰的功课，就是敬畏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敬畏上帝的教诲一定无共款。敬畏上帝基督徒，的确受到上帝的怜悯，伊的荣耀甲尊贵，甲咱三甲伫地。兄弟姊妹，伫这礼拜的这个讲道，是回到咱伫教会内底同心合意。遮尔多年中间同齐的努力，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正做一个尊主最大，是听上帝、敬畏上帝的教会。现在我要邀请恁用恁的心思考，恁敢同意？互这间教会正做一间尊主最大，是敬畏上帝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圣神甲咱三甲伫地。若毋是因为圣神的帮助，真少人会死心塌地来听上帝。我阁讲一摆，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无人会死心塌地来听上帝。多多只有互主耶稣基督听望着的人，伊才知影讲听的滋味是甚物。多多只有伫圣神甲咱做伙的时阵，咱才知影上帝所予咱的世界赢过这世间所有一切的荣华富贵。你同意吗？愿主的圣神伫今仔日通过这两段圣经，第一段讲主的圣神啊，踮伫伊的内面，伊的生命就有6种的能力。以赛亚书11章23节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都真熟，好亲像这段的圣经就是咱得等教会的金句。但是第3节的第一句话讲，咱要因为敬畏耶和华来欢喜快乐。愿主祝福咱兄弟姊妹。快快乐乐做基督徒，快快乐乐过咱甲上帝同行的一生，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应允的。第2段圣经是今仔日的新约，这是主耶稣基督通过圣经，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不是讲新的道理，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所讲的道理是旧，却是永新。所以耶稣讲，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来听恁的天父上帝。这句话是伫申命记内底，圣经早就安尼讲，到底伊是什么意思？愿兄弟姊妹听圣神的声，互这句话会通真做你完完全全，你的情绪、你的意念、你的感情、你的生活甲你的行动，拢全然因为敬畏上帝来存在。愿主伫今仔日的礼拜鼓励咱兄弟姊妹，咱同心来起做一间真正会当互人的生命得到祝福甲造就的教会。我非常欢喜，咱的教会伫最近有受到一寡更新的方式。要安怎更新咱的教会？咱的姊妹欢喜讲，互幸福来到阮的家庭。所以咱的姊妹开始开放咱的家庭。伫疫情过了后，咱真久无家庭礼拜，但是通过大家同齐，做伙啉一杯咖啡，做伙讲两句啊，咱的信仰的经历，互幸福进入每一个家庭。
听讲报名已经报名到明年啊！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第二个欢喜就是看到咱的教会的咱的族群，咱无搁再是讲遐个别人的经验贴图来分享。咱的教会因为咱就想要搁再印咱的教会经文手册，咱的教会常常拢一段时间就会收集，会当鼓励咱的圣经的经文，所以咱的教会久久就会出一版一个经文手册，诚做咱会当随身的口袋书。你无论到啥物所在咧单车，啊是毋通开车咧看啦吼。咧单车，还是讲你静静啊伫咧等别人的时阵，你会当摕起来看别人的分享，看你的分享。最近咱的教会真侪人真踊跃，我知影迄个经文是代表咱伫经历中间，每一个分享的人，因为牧师捌恁，所以我知恁的分享是出自内心。我嘛知影迄个经历，迄个经文是你的经历，亲像你每一个嘛是安尼。兄弟姊妹，我看到咱的教会复兴，甲更新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是一个清心爱主，愿你用上帝的话改变咱的人生，也时时刻刻活出来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伫今仔日，真两段圣经。圣经咧讲起圣心帮助人，耶和华的灵要点伫伊的内心，兄弟姊妹，你就讲阿们。因为圣经书会甲咱读的时候讲，耶和华的圣心要点伫伊的内面，你甲上帝讲，毋是伊，是我。耶和华的圣心毋是敢若点伫以赛亚，耶和华的圣心2500年、2700年了后，会今仔日犹阁咧对咱讲话。然后上帝讲，主啊。你的灵点伫我的心内，然后你的圣心我就有能力，然后你的圣心我就有敬畏上帝的心。我的人生要因为敬畏上帝来改变。所以今仔日的经文，牧师要跟恁分享两项事。第一项的事就是敬畏耶和华是咱做基督徒最神圣的态度。第一个今仔日的主题，如果你内容若袂记，你把这个主题标题记起来。我若敬畏耶和华，就是我一生甲上帝最神圣的关系甲态度。一个基督徒若袂晓敬畏上帝，真困难成做真的基督徒。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甲咱讲两间教会因的改变，通过敬畏上帝，因的国家嘛改变。第一个就是叫做金钱运动，伫德国，金钱主义。德国伫17世纪推动这种全民的灵命更新，这个敬畏上帝的态度，完完全全改变了德国。但是牧师用一点仔时间甲恁讲历史，恁就会知影讲，哦，原来上帝毋是干那伫礼拜堂内底的上帝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伊甲基督徒同在，伊嘛甲伊所创造的国家社会同在。第二个。今仔日个模范的教会叫做英国的清教徒，清教徒运动，因不但改变了因的教会，因嘛出真侪伟大因的教会的士大人甲长辈。伫讲故事的过程了后，你会想到讲，哇，牧师原来你过去甲我讲到这个人，原来因对因的教会甲因的国家有遮尔大的影响。是啊，上帝2000年前影响犹太人。上帝伫2000年后，今仔日嘛要影响全世界，包括台湾人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，互主耶稣的救恩，伫你的生命中间，成做你的家族的祝福吗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要将这些话背起来，我要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，我要将你的话变出我的态度，我要将你的话活伫我的生活的内底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伊讲耶和华的心要点伫伊的内底，是敬畏耶和华的心。若毋是圣心帮助咱，真少人会通真正知影用正确的态度来敬畏上帝。毋是咱敬畏上帝，是上帝的灵伫咱的内面，互咱不得不对心中有一种的敬畏、尊敬的心。敬畏上帝这个字，伫圣经的原文叫做敬兄。
意思讲，我若进入礼拜堂，我若想到要见天顶的上帝，我心内就会惊吓。就亲像一个囡仔，因若听到因爸爸，哇，都被皮皮喘，因为伊爸爸可能是一个真严格的老爸。呀，这我的爸爸就是这种的爸爸。我捌伫教会调皮，足细汉的时阵，爬去咧礼拜堂的钢琴底下跳舞。啊，教会长老甲我讲，我要甲恁爸爸讲，我马上对顶悬跳落来。啊，鬼咧！拜托你毋好甲阮爸爸讲，歹势啦，我毋是咧甲阮爸爸闹鬼。哦，兄弟姊妹，上帝是严格的上帝，但是上帝毋是迄种遐尼可怕的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圣心帮助你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有敬畏的心，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我无乌白讲我甲我的爸爸亲密的关系。我的爸爸有一个真严格的一面，但是嘛有一个真互我尊敬，甲互我感觉永远怀念的一面。因为我的爸爸，伊的生命继续伫我的生命中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的金句安尼甲咱讲：耶和华受尊敬最悬。那踮伫伊至悬的所在，敬畏耶和华要成做恁一生的宝贝。意思就是敬畏耶和华要带来你一生最悬的价值、最了不起、最精致的生命的经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的圣神完完全全进入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恁的心内。上帝的圣神亲自甲你讲：来对我，照我的脚步来行，照上帝的话来生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圣经足清楚甲咱讲，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开端。咱大家人拢会背啊，囡仔大人拢会晓背啊。但是你敢有感觉，真正因为敬拜上帝，你生命得到智慧，目睭开，无看虚假，越走无追求遐荣华富贵。愿天父上帝的圣神，互咱经历着讲，上帝你所讲的话，无一句话是形容词。上帝你所讲的话，每一句话拢是应允，个真个好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兄弟姊妹，咱知影耶稣的邀请，是邀请咱来享受，毋是邀请咱来做伊的奴才。耶稣邀请咱来进入伊的内面，敬畏上帝。最大就是享受上帝的伟大，享受上帝的丰盛，享受上帝的荣耀和尊贵。换一句话，咱的人生要因为上帝的降临，咱的一生的道路要完完全全无同款。兄弟姊妹，愿圣神甲咱所讲，因为敬畏上帝，咱要有喜乐；因为敬畏上帝，咱的人生要成做有价值的人生。也这你嘛常常为你的囡仔祈祷。你若爱你的囡仔成功，你若爱你的囡仔将来有成就，你若爱你的囡仔将来会当做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事，你常常唔免甲伊念，为伊祈祷，唔免甲伊走念念，你伫背后为伊祈祷。让上帝，我将我的囝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来启示伊，求你亲自甲伊撒甲伫地。伫你的面前，我较爱做这种的牧师。虽然我冇我的意见，但是我真少直接甲恁讲我的想法，甲我的决定，我的行动。因为我尊重咱大家，我嘛知影咱共同的上帝会甲恁讲，互恁知影要怎样做伊的囝儿，毋是做真牧师的囝儿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甲伫地，互咱因为敬畏上帝，心欢喜，心快乐，肉体安然徛起，心欢喜，心快乐，肉体安然徛起。诗篇16篇，愿天父上帝甲咱撒甲伫地，敬拜是一个欢欢喜喜的事。每一摆咱进入这礼拜，教会来做礼拜，愿恁对上帝的手中带着丰盛的气力，来面对恁将来拜一到拜六。每一摆做礼拜了后，应该是充满，亲像迄个车恁啊。灌风灌到饱，亲像车迄个油桶内底嘛填满满。上帝，互咱伫过来一礼拜中间，充满上帝的能力来面对
上帝计划甲咱陪伴的挑战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我要甲咱讲两个态度，第一个态度，敬畏甲听甲敬畏，是基督徒伫信仰中间上神圣的态度甲回应。兄弟姊妹，想看觅，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就是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愿意，你遐尼听我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用我一生为你来活。这就是上神圣的态度甲表达。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若真小气，要奉献的时阵也小气，要做代志也小气，所有代志拢偷偷，真少甲上帝参详。兄弟姊妹，一个真正基督徒是常常甲上帝参详，大事小事，拢互上帝的话伫咱的中间，产生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迄种会影响咱。第二，我要甲咱做分享就是，因为咱听上帝，因为咱敬畏上帝，你的生命要全然无共款。你敢相信？当你若敬拜上帝了，你的人生、你的家族要全然无共款，你敢相信？伫我的家族有这种的故事，我相信这不是阮家族单独有，我相信伫恁的家族嘛要有因为敬畏上帝。后来上帝伫你世世代代的子孙的顶端，来甲伊陪伴，来甲伊带领。愿天父上帝，咱伫今仔日这个礼拜中间，咱首先来思考，什么叫做敬畏上帝？我用我一个真隐秘，我家己是私密的故事，甲你讲，我伫教会内底调皮啊。所以后来我去读神学院，我教会中就甲我当同才啊。同年的遐个兄弟姊妹，无人相信讲我会去读神学院。伊讲迄个上无成将来会做牧师的人，伊较走去读神学院。这个人少年调皮，无规矩啊，做一奇奇怪怪。但是上帝就是上爱用迄种奇奇怪怪的人。兄弟姊妹，我毋是讲你若无奇奇怪怪，上帝就无用你，毋是。兄弟姊妹，上帝互咱的个性拢毋是偶然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你，互你的囡仔，互你的人生，拢因为上帝的同在。敬畏这个字会当翻译做害怕，嘛会当翻译做尊敬。伊咧讲去敬畏上帝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因为上帝伟大，因为上帝的权柄，因为上帝的作为，因为上帝的荣耀。我真正的认捌上帝了后，伫伊的面前，台湾话讲。我就唔敢假笑，我就唔敢假笑。唔是咱咧一般咧讲的，我的老爸足歹，我惊伊，唔是。是因为我知我的老爸是一个尊贵的爸爸，伊所讲的话是对的。我今仔日无照伊的话，唔是无乖，是因为我做袂来，还是讲有时糊涂。但是我的心内，因为我的老爸的存在，我的人生要有一个态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敬畏上帝，咱无搁再讲安尼，吼！今仔个囡仔无可能互咱歹啦，对不对？咱的囡仔个歹吼，伊可能电话卡咧，啊！我要投诉，啊！兄弟姊妹，咱的囡仔毋是安尼，咱的囡仔因为敬畏恁的信仰，愿天父上帝甲咱适合伫地，所以敬畏毋是干那惊上帝，伊是对因的尊敬。敬听、甲尊重，这种真完整的尊敬的态度，来表达出来伊对上帝的敬畏。愿天父上帝的圣神放伫恁的心内。古早人讲一句话，讲额头三笑有啥？有神明啊！连咱的这外面咱的其他无共款的宗教兄弟姊妹，拜拜兄弟姊妹，因拢知影唔当凊彩。因为额头三笑有神明，兄弟姊妹，身为基督徒，敢毋是更应该爱伫上帝的面前敬虔、谨慎来过咱的生活嘛？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的生命的态度，因为安尼来改变。这就是我第二点所因为这个根据来提甲咱兄弟姊妹分享讲：当你敬畏上帝了后，你对你的人生要有新的态度，要有尊贵的心。换一句话，你选择你的职业，选择你的婚姻，选择你的将来的生活的方式，选择真侪大小事，
拢要因为你敬拜上帝无同款。但是我讲这个故事了后，恁就知影讲，外人无同款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毋是干那德国会当成做伟大的国家，毋是英国才会当成做一个日不落国。全世界若愿意互上帝的真理，成做因的心思意念的社会，拢要改变。我相信，一间小小的庄脚的教会，若成做真真正正的教会，伊不但会影响庄脚，伊嘛会影响全台湾。恁敢相信？其实这是我的祈祷。愿天父上帝互德堂教会，不止会当影响德堂，伊嘛会当成做全台湾的见证，教会的见证。所听的姊妹，你敢捌安尼为你祈祷讲，祝福我成做有影响力的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第一，听甲敬畏，要成做一个我甲上帝神圣的关系甲态度。因为敬畏上帝，所以我的生活无车花，无虚华，无过一种真糊涂的生活。因为敬畏上帝，我的嘴无凊彩讲无好的话。因为敬畏上帝，我伫我的婚姻生活，我伫我的家庭生活，嘛要无共款。因为敬畏上帝，伫我的工作，伫我的公司，嘛无共款。或者你敢捌想到你的信仰就是安尼嘛？毋是干那伫礼拜堂内底，咱有一个真敬虔的态度，迫切的祷告的态度，你敬拜的时候充满了许多的洋溢的笑容。咱敢捌想讲，咱的信仰是带入去到咱的教会，带入去咱的家庭，甲带入去到你的工作职场。敬虔主义是安尼，清教徒嘛是安尼。这两个国家拢因为这两个信仰精神的改变，做两项真简单的代志：祈祷、读圣经。就因为读圣经甲祈祷，德国、英国开始伫17世纪、16世纪开始无共款。伊发现真侪基督徒无圣经通读，因为16世纪之前、15世纪根本无其他的语言的圣经，只有拉丁文、希伯来文跟希腊文。所以后来16世纪产生一个叫做宗教改革，教会才发现讲，阮的教会真有真侪人毋捌字，但是伊会晓讲母语，所以阮就要将圣经换做因会晓读的母语，毋是干那得到信仰的造就。后来欧洲的不识字、识字运动，识字运动就是讲会晓读册，会晓读册就是一种的能力。伊就我都家己吸收真理。当一个人开始目睭开，会晓家己读册捌字，伊就开始要思考。这种的动作，甲这种的教会的改变，你敢知就是后来欧洲的启蒙运动啦。启蒙运动，互人的目睭开；启蒙的运动，互人得到头放；启蒙的运动，互人知影，伊是一个有主张、有主张、有存在价值的人。金钱主义甲这个启蒙运动伫德国，一个是神学，是哲学，这两股的哲学势力互相的对话，后来影响到德国人有一种的态度：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。启蒙运动甲人讲，你毋是高高在上，你讲互人听命令人，你要尊重你的对象，讲话的对象。启蒙运动互人得到宽容接纳，教会互人更加侪空间做家己思考。但是敬虔运动互人因为敬畏上帝，虚己。严于律己是因为一个人，伊真捌上帝了后，伊感觉他没有多了不起，伫上帝的面前，伊欢喜开心啦，不是自卑感，而是谦虚。兄弟姊妹，所以你要想，信仰伫咱的生活中间是我人重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愿意选择这种神圣的态度。上帝有看见，上帝无看见；人有看见，人无看见。我拢永远欢喜，遵照圣经的教示，照安尼做。上帝无可能无看见，人有看见，人无看见，但是上帝拢看见。
兄弟姊妹，原来伫上帝的面前采取这种的态度，透明化、敬畏神，伫上帝的面前选择走在光明的道路顶管，愿天要上帝帮助咱。我只讲这两个故事，真水的故事。对我年轻的时阵读教会历史，我就真羡慕伫16世纪、17世纪的欧洲的青年人，因为因的教会的士大人、因的长辈的肩膀，清教徒甲金钱主义，因的士大人拢是真真正正人格者，实实在在照安尼来过基督徒的生活。所以当时的欧洲甲英国慢慢改变。欧洲也曾经是一个黑暗的大陆，欧洲嘛，一个真野蛮，亲像海贼的国家，恁知嘛？北海海盗迄种的卡通故事，欧洲嘛，有真长的黑暗的时代。但是当基督教的信仰、上帝的话光照，欧洲真侪真要紧的宣教的基地宣告的开始。清教徒跟敬虔主义。清教徒是伫英国，后来德国伫17世纪有一个叫做敬虔运动。你会发现，16世纪、17世纪，德国甲英国变做心中的国家。但是咱讲伫20世纪初，这两个国家拢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国家，恁同意吗？因为全世界的影响力偌大，超过荷兰。荷兰人是上早期开始做跨洋洲的这种的贸易，西班牙嘛是安尼，但是后来德国跟英国因为这敬虔主义甲清教徒运动，因开始产生真大的影响。今仔日无用我足长的时间甲恁讲这历史的故事，牧师有整理一个小笔记本一页，牧师会传互恁，我用标点式甲恁讲，因做了啥，因做了啥，因做了啥。这两个故事伫咱中间产生真大影响。清教徒其中有一个牧师叫做约翰卫斯理，你捌听过牧师甲恁分享这个人？恁对这个人的名既熟悉又陌生，但是恁知影这个人捌一届做一个足伟大的祈祷。伊讲求天父上帝赏赐我100个同工，恁会记迄个故事无？搁落去迄两句是啥？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；什么拢唔惊，敢若惊上帝，对无？这个牧师实在是可爱佮伟大，但是伊毋是敢若讲即句遮尔有影响力的人的话尔。即句话上帝有使用伊无？有100%上帝有听伊的祈祷。上帝，你赏赐我100个，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；什么拢唔惊，敢若惊上帝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得当教会100个，但这100个中间有几个人是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；什么拢唔惊，敢若惊上帝。这个牧师佮讲另外一句话，无我嘛捌甲恁分享过：认真趁钱，认真欠钱。搁来咧，认真奉献。哇，了不起的一个牧师。这句话就是清教徒的，咱咧叫做理财神学啦，就是讲基督教的经济伦理。认真趁钱，认真欠钱，搁有认真奉献。钱是为了荣耀上帝，认真趁钱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。上帝，我来到这个世间的存在是有价值的，不是无路用的。我的工作分别为圣，我的工作是为了荣耀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，你若愿意为着上帝做，你的职业，上帝要亲自有凭有据。你相信吗？基督徒、清教徒甲敬虔主义，因拢相信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赚大钱，但是因知影怎么样用创造性的智慧、创造性的智慧去赚钱，然后互钱加钱、钱滚钱，后来伊叫做一种投资理财西方的哲学。兄弟姊妹，咱伫这个礼拜中间，咱来思考。牧师只有讲一个重点：为什么清教徒甲敬虔主义，因拢真注重教会修行需要对敬畏上帝来开始？
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伊才会通有正确的思想；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伊才会通有正确的想法。伊将来咧管理钱，才会通照上帝的心意。若无一个人，伊若成功成就赚大钱，伊就开始骄傲，伊开始用钱来收买人的良心，伊开始用钱来买票，伊开始用钱来扭曲人甲人的关系。清教徒甲敬虔主义首先讲的就是人甲上帝要有正确的关系，所以因才有迄个名。伫上帝的面前，我的信仰不是讲道用的，我袂当做一个匿名的基督徒，就是有名无实。只有一个基督徒的名，但是无基督徒的旁味；只有上基督徒的名，但是无基督徒真正日常生活的见证。金钱主义是安尼，清教徒嘛是安尼，所以只有做两项代志：祈祷甲读圣经。遮尔简单，但是遮尔无简单。要持续祈祷、持续读圣经的人无简单。咱常常3天5天了，咱就搁停止读圣经的习惯。但是这个运动就是甲因的行顺顺，一直到世世代代。恁有注意看到川普就任的时阵，伊的手法伫什么所在？第一摆，川普伫几年前就任第一任的总统的时阵，伊恭恭敬敬的将伊的妈妈给伊一本圣经，摕来伊的就任场所。塔伫林肯总统就任，因为林肯就任总统了后，伊送还这一本圣经，就留伫美国的国会。后来世世代代的总统，拢还手伫迄本圣经顶悬宣誓。川普总统嘛，甲伊妈妈的圣经摕来，伊认同讲，我对细汉我的妈妈清教徒的家庭就是安尼教我。我感觉真好奇，因为第一届川普总统伊安尼，伊有举手，爱有还手；但是第二届川普总统伊有举手，但是伊无还手。我不是讲伊很糟糕，不是，我很好奇的是讲，为什么前后有这种差别？兄弟姊妹，川普跟咱无关系。你甲上帝关系重要。你做每件代志，你敢捌安尼？对今仔开始，你敢管理安尼？对今仔开始，你敢捌甲上帝讲：上帝 ，Yes I do， 我管理。上帝，你的话安怎讲，我就甲你答应。就算做我做袂来，但是我会记得你有甲我讲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享受恁智慧，毋是干那会晓敬拜上帝，也享受恁有能力、有理财、有工作的哲学。兄弟姊妹，咱活在这个世间脱离不了这2件事情，但是这2项代志是足不容易做了对，佮做了好的代志。愿天父上帝圣神甲恁三甲地地。另外一个叫做斯本俄。这就是德国的教会人民更新的头一个牧师。这个牧师看见因德国的社会愈来愈世俗化，所以斯本尔这个牧师是一个敬虔主义，人家讲是一个这个运动17世纪开始。我为什么要甲恁讲这个故事？因为这个故事，互我为着咱的妇女团体祈祷，因为斯本尔。伊伫伊教会内底推动一种叫做敬虔小组、敬虔团体，愿青少年团结，愿妇女团结，互你毋是干那打扮得漂漂亮亮。愿上帝互咱的教会受力，因为恁受祝福。我为着咱的妇女祈祷讲，主啊，你互阮的教会姊妹真做一个会晓敬畏你，也因为敬虔。因为雍容华贵不是来自于 SK2， 因为雍容华贵是来自于自然而然，上帝你的圣灵充满一种平安喜乐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的教会每一个小组都是敬虔的小组，像这另外一嘛。主啊，帮助阮，
互阮生活伫一个有这种空间的所在，互这个教会能够享受亲近你的喜乐。有的人讲，若无算party 啦，若无庆生会啦，若无聚餐啦，青少年都无爱去教会。牧师顶礼拜甲恁讲有数，你敢要记迄个字？胡说八道！凡是给神的恩典充满的人，尝到主恩的滋味的人，他会喜欢亲近主。你相信吗？兄弟姊妹，你若感觉若有若无，你为你家己祈祷，主互我更深的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主互我更加完全、更加真实来享受到甲你同在迄种的快乐。我用斯本尔牧师的祈祷来为着咱的教会祈祷。这个人看到社会腐败，伊发现基督徒甲社会的人同流合污，伊发现人世俗人甲基督徒嘛无啥物差别，所以伊伫教会内底要求讲，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这个人是开始，不是结束。后来伫德国产生几啊条支派，因拢用敬虔的态度做因的灵命更新。其中有一个故事，恁会当Google，恁会当去读这个故事，足水。伊叫做莫拉维亚兄弟会。莫拉维亚是一个捷克迄边的人，但是因为宗教改革受到天主教会的权柄的这迫害，所以在莫拉维亚的这个人对捷克往南走到德国，因伫德国寻求庇护。迄个时阵的德国拄是一个敬虔主义的开始。后来莫拉维亚兄弟，因正对全世界一个真特别的真特别的一个族群。因讲出一句话：我所读的圣经是摕来活的，不是摕来听的；我所捌的真理，不是做参考的，是摕来活出来。敬虔主义是安尼，新教徒嘛是安尼。兄弟，恁敢爱得等教会嘛是安尼。阮弟妹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是将圣经活伫咱的生命。咱今仔开始提供这经文，不是一了百了。你教我罗牧师牧师因出安结束啊？不是。这话要继续影响你，影响我，影响你，影响我。伫咱的教会内底，成做一个敬虔、敬畏上帝的教会，好唔好？所以，无论这两个伫德国甲英国的教会复兴，最重要，因拢强调基督徒的重生，基督徒的顶头生。一个人的生命若无反转，伊就毋是真实的基督徒。一个人若无因为圣经的要求，伊彻底上看见伊家己的生命当中的黑暗、暗黑的势力，这个基督徒无法享受真理的纯净。信仰需要经历，所以无论是斯本尔，无论是约翰卫斯理，这敬虔主义甲清教徒，因拢强调基督徒需要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上帝，真真实实的经历，谦卑的读圣经甲祈祷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二，我要甲咱讲，兄弟姊妹，你若愿意，你的生命会活出美好。你愿意吗？你可以活得更好，兄弟姊妹，真的我们可以活得更好。愿天父上帝不好，你不是干那享受你活得漂漂亮亮、精精彩彩，也愿因为你活得漂亮、精彩，你的国家、你的社会得到改变。今日牧师甲恁讲，德国甲英国。这两个国家在19世纪跟20世纪太了不起了。现在美国跟苏联后来当科学、军事的武器发展遐尼紧，为什么？2次世界大战听讲，德国的科学家分做两边，一边去互德国、美国摕去，一边一群人去互苏联摕去。德国其实是伫17、18、19世纪内底。有真水的哲学家、神学家、文学家、
跟艺术家，而且有真要紧的经济学理论的专家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好。为你的甲你的生命祈祷，你甲上帝祷告，互这个信仰伫天灵，伫地灵，亲就伫天灵。你听我的意思吗？主啊，互我所相信的这个信仰，不是一个组织，嘛不是一个 club， 嘛不是一个团体尔。互我所相信的这个信仰，是一个我会当活得精彩的信仰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咱今仔日的礼拜，精致的活出爱神的信仰生活。兄弟姊妹，为你的囡仔祈祷，你爱伊好话免讲济，你家己先认真活落去，你的囡仔自然就认真活落去。你同意吗？什么种的老爸就教出什么种的囡仔，什么种的家庭就养育出来什么种的囡仔。天父上帝的囝子，敢有亲像天父上帝？这就是金钱主义加清教徒因努力的所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甲上帝讲 ：Yes, I do. I will be. Yes, I do 就是讲我愿意 ，I will be 就是讲将来我愿意照安尼去做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兄弟姊妹，活出咱的信仰、敬虔，啊，还有干净。上个礼拜我跟您分享讲，基督徒需要成为一道清流，您同意吗？我们活在这世界，但是不属于这世界。要喝干净的水，要拿干净的杯子来喝。不只是这样子，我们要流出干净的水，来洗涤、洗净这个社会。兄弟姊妹，记得你问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可以做什么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学习耶稣基督所讲四句话：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听你的上帝。敬畏神就是做个示敬，不是自敬。兄弟姊妹，咱来读这句话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伫伊的还是祈祷边啊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听出你的上帝。这是耶稣所颁布的爱的诫命，你也记哦。个落去一句咧，又要怎么样？爱人如己，对吧？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示敬。第一，尽心，尽心的意思就是甲上帝放伫你的生命当中，生命在你，上帝在你的生命居首位。做所有我的心思意念，拢你做决定。那这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将上帝摆在你生命的首位吗？免惊，兄弟姊妹，你若不确信，踏出第一步，在接下来就不难。你就踏出那第一步，讲主啊，我愿意。第二，尽性，尽性这个字，不是男性女性的这个性，不是。言语翻这 soul 就是生命，我的灵魂。用我全然的情绪，用我全然的生命 ，soul all my soul 的意思就是我所有的生命的它的真相，它的感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用生命来爱他，用你的心爱他，用你的生命来爱他，用你的思想、精意、心思意念，用你的思想。换一句话就是讲。我思上帝所思，我思耶稣所思。意思是，耶稣咧想啥，我就叫伊安尼想；上帝讲啥，我就叫安尼讲。兄弟姊妹，咱读圣经是读来用的，不是读来烧麦，嘛不是读来安那夸口安那哪点。基督徒的信仰是来活的，不是来客气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最后。简单的意思就是画出来。清教徒是安尼，金钱主义的基督徒也是这样。因感觉信仰最要紧就是因画出来，互伊周围的人因他们而得到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论是清教徒，
无论是金钱主义，这种信仰的更新、灵命的更新，真正伫200-300年的中间有影响到因的国家，足大足大。不只是教会，包括因的科学，包括因的经济，包括因的社会文明。所听的姊妹，但是这教会若无持续，今仔日金钱主义变做有金钱主义、没有金钱主义的基督徒，嘛有可能。你听有迄个意思吗？当时的时代人长辈留真好的财产、信用、思想的财产，但是这种可能，今卖的囡仔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有金钱主义，但是没有金钱主义的信徒；有清教徒主义，但是没有清教徒的跟随者。兄弟姊妹，圣经常常在讲，更新就是这个意思，归正嘛是这个意思。愿天父上帝跟咱三个弟弟，这么难，谁做得到？牧师讲到嘴角全破起来，太难了。是，但是圣经讲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兄弟姊妹，无因为你听一摆讲道，你就会当完全生命改变。但是有可能你听一摆讲道，你的心中有感动，你甲上帝讲我愿意。上帝要用伊的手开始来改变你的生命，甲我的生命，甲咱的家庭，甲咱的教会，你相信吗？是很难，但是咱来愿意和上帝讲：上帝，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，你接手吧。上帝，你甲我接过，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，主啊，你接过。我参加过真多事工，毛拄着一寡我力不从心的时阵。越是力不从心的时阵，我的祷告拢是甲上帝讲：主啊，这个时刻，阮拄着的代志是你的萝卜，唔知要安怎做，嘛无能为力的时刻。主求你接过去做吧。呀，在这个祷告合理吗？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。从今天开始，以神为乐。敬畏上帝的人是以神为尊，以神为乐，以神为贵，以神为乐，以神为尊，以神为贵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耶稣将伊无保留的疼，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使我们有爱他的力量。一个基督徒愿意听耶稣，是因为我们感受到耶稣对我们的接纳，也完全的不保留的爱。兄弟姊妹，被爱过的生命是有力量的，你懂意吗？被爱过的生命是有力量。愿主耶稣基督亲自将他的爱，十字架上的大爱，充满在咱生命中间。过来2礼拜，咱要过受难周甲过活节。兄弟姊妹，用这2礼拜祈祷。主耶稣求你伫十字架顶悬的听，充满我的生命，触摸我，用你的爱激励我，让我不再做一个自私的人，让我不再做一个骄傲的人，让我不再做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人。你若不知道你要安怎做，你甲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求你复活的灵今天裂天而降。主耶稣，你伫十字架顶悬给我的灵就是圣心。伫今仔日，充满我，对受难周搁偌济到圣神降临节，对受难周搁偌济到圣神降临节，是每一年教会内底拢在做灵命更新的邀请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不要缺席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不是牧师甲恁的邀请，是上帝对恁讲话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听，天父上帝的主爱，愿主的稳定，上帝的主爱，甲圣神的同在，甲恁三个弟弟。愿咱用主耶稣的小弟雅各犹大，伊所讲，在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
仰望主耶稣基督的爱。愿咱做伙享受主耶稣赏赐咱新的生命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做伙亲近你，感谢你伫今仔日，你赏赐你的话，我嘛感受你的圣神的同在。求主你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，互迄个活水江河、圣灵的江河、生命的江河，对伊个生命内底涌流而出，大力运行。求主祝福每一个基督徒，不再做软弱的基督徒，是真真实实来担着主你的话命，改变阮的生命，改变这间教会。主，阮真渴慕清教徒、进前主义，因留遮尔水的故事。主，互因的故事变做台湾的故事，互因的故事变做阮的故事。主，互因的祝福嘛变做阮的祝福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